萤幕录影程式，Capture Record 这个设定，FPS 每秒几张图。哦，你看每秒60张的话，这个要现在15张的4倍的档案量呢，解析度变很大了，可以让这个萤幕录影也有声音。影片位置反转，影片色彩，看看红色的会不会变蓝色的？刚刚录出来，它没有声音，红色又变蓝色，要这里修改。